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北股市，今仔日正式冲破到3万点，创下到历史的新高，以30105点来收盘。台积电更加是一度飙到1695块的新天价，尾也收离的1670块。啊，这礼拜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要举办消费性电子展 CES， 讲辉达的执行长王仁芬抢伫个活动开始进程，已经先甲联想的执行长杨元庆公开来对谈，讲这个 AI 的趋势。2026年台北股市第二交易日，卖酒投资人真欢喜。台股气势如虹，延续多头格局，在台积电的带领下，周一盘中一举冲破3万点大关，写下历史新高。大盘29779点开盘，上悬到30339点。台积电捌冲到1695块，最后收伫1670块。外资已经纷纷调升目标价，高升为1720块，调到2330块。佮将台积电列入亚太区首选的买入的清单，而咧社 Capital 更加是将目标价上修到2400块。供应链嘛风声讲，何国新选的先进制程今年将会大大的扩散。二奈米月产能将倍数以上的成长，年底有可能到10万片；3奈米有可能到15万片，增加差不多3成左右。公司对这点维持一贯的作风，拢无要评论。这也是充分的反映在苹果的 A20的处理器，以及在辉达新一代的一个 AI 的一个晶片的架构。那么首批的产能其实就已经预购一空了。台积电的好伙伴辉达的执行长黄仁芬已经开始联新迎接年度科技城市消费性电子展，加这个联想集团的执行长杨元庆做一啲研究，强调讲双方的合作规模有可能够增加5倍。And this is an area where your enterprise go-to-market, your enterprise excellence, NVIDIA's technology, we fused it together into a Lenovo enterprise AI system based on RTX Pro. And I think that's a revolutionary server. I can't wait to launch that and scale that out to the enterprise. 第二局势变化多端，产业界大代志准备要修连线登场，什么款因素会主宰着市场？这是2026的一个未知数。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